係其實好嗱，咁我哋依家開始，我哋先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俾我哋喺呢一個晚上，我哋可以再一次嚟到聚集，一同嚟到去分享你自己嘅話語。願聖靈嚟到去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可以從你嘅話語當中得着更多嗰個嘅指引同埋幫助。願聖讓我哋唔能夠同我哋一齊嘅，都能夠可以透過錄像，可以遲啲可以咧，就能夠更加睇到主你自己嗰個嘅，聽到主你自己嘅聲音啊。好，好啦，咁大家都睇到今日我哋開始咧就係講約翰福音嘅第10章。咁咧就唔知大家咧就之前咧有冇啊有冇咩嘅問題啊？發生咩問題咧？Recording in progress. 誒，唔知出咗咩問題，我好似 share 唔到嗰個嘅經文出嚟，係咪啊？係啊，睇唔到經文。嚇？係啊，睇唔到，睇唔睇唔到到經文。係啊，啊？睇唔到，究竟係睇唔到。咩問題出咗咧？頭先一開始係睇到嘅，依家啊得啦，睇到啊，唔係喎，我唔係想睇呢個喎，不過唔係呢段。係咯，我想大家睇嘅係約翰福音喎。頭先一開始嘅時候，牧師分享嗰段係啱㗎，係係去到後期突然間冇咗。係咯，就係再試下先。個睇下先啊，真係即係發覺到只靠我自己都係唔得。同埋有回音啊，牧師。係啊，因為我開咗我部手機，因為我想同時睇
睇到就係話究竟我依家究竟做緊啲乜嘢？其實咧，你開手機冇問題，不過你瞄咗個咪佢就會好係啊，啲噶啦。係啊，我知啊，啊，好複雜。咁如果係咁咧，不不如今晚睇下用咩方法先。好，依家睇到啦，嗯，係咪睇到啦？係咪得啦？睇到，係好啦睇到。睇到， ，OK，睇到啊，咁得啦。咁因為最驚我放出嚟，大家睇唔到啫，係嘛？OK，嗱，今日我哋睇嘅就係約翰福音嘅第10章啦。咁其實呢度咧就係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不是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咁呢一度咧，其實咧，我諗約翰福音第10章呢度咧，由呢個第1節去到第10節咧，都係大家好熟悉嘅啊。咁喺呢一度咧，其實咧就係主要一樣咧，就係話係羊圈啊，有羊嘅門啊。咁其實我哋睇翻就係話喺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地方咧，佢哋去放牧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喺曠野裏邊嘅。就唔會好似話依家，譬如話喺澳洲啊，或者其他啲牧場咧，佢哋自己霸晒成個山頭喺嗰度嚟養草啊，因為佢哋嗰啲都係以前啲遊牧民族佢哋係逐水草而居。咁當然佢哋去到一個某個地方，嗰度附近啲草啊各方面可以放牧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嗰度停低。停低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用啲當就地取材，攞啲石攞啲石嚟到去砌咗個羊圈一個圍欄咁樣圍住。咁咧就遲少少我，因為今日嗰個技術有少少問題啦。咁如果我驚我再 share 再分開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啊。咁咧就遲啲再將嗰啲圖片轉俾大家睇咁。咁而佢哋用啲石砌個圍欄嘅時候咧，咁咧佢哋留翻一個嘅出口咧就唔砌嘅。咁呢度咧就係話看門嘅或者牧人，其實咧就佢自己就坐喺嗰個嘅出口嗰度，所以後邊下邊嗰度咧，耶穌話我就係羊嘅門意思就係咁樣，即係話耶穌佢自己就看住嗰個門，因為變咗咧啲羊出入嘅時候一定要經過佢呢個，但係咧即係話喺唔係從門出入嘅就係強盜，就係賊。咁當然咧，牧人就會將嗰啲羊咧就要領出嚟喺前頭帶佢哋去到放牧嘅地方，然之後咧到晚上就將佢帶翻嚟呢個羊圈裏邊咁。如果當嗰區域嗰啲嘅水草已經唔足夠啦，咁佢哋就會去選擇就去移居去另外一個地方咁，再重新嚟到去砌過因為佢哋啲石頭就地攞㗎啫嘛，所以佢哋就唔需要話係搬啲器材咁。咁事實上呢個情況咧，今時今日咧喺西藏山區上邊咧，我哋有時都試過有睇一啲嘅紀錄片，都係或者片段都係咁提嘅，因為佢哋山有個冬天嘅營地，有個夏天嘅營地。咁冬天同夏天佢哋住嘅地方唔同嘅，因為如果到冬天嘅時候，可能佢哋住落少少夏天嘅時候會住高少少咁。咁佢哋就會當然啲
蒙古人啊，或者西藏啲藏民啊，佢哋就會帶晒佢哋嗰啲嘅帳幕啊，啲就搭佢哋嘅居所咁。同樣佢哋放牧都係咁樣。咁呢度就係耶穌話：若果唔從門進羊圈嘅，由第度爬入去嘅，就係賊，就係強盜。究竟呢度所講嘅賊同強盜係指啲乜嘢咧？啊，咁當然呢個話咧，如果由門入去嘅先係羊嘅牧人，看門嘅給他開門咁，即係自己人先入去咁。羊也聽他的聲音，啊，啲羊認得佢主人嘅聲音，羊絕不跟陌生人，亦會逃跑咁。咁我哋聽過一個嘅分享，就係話係巴勒斯坦佢哋嘅人咧，佢哋點樣嚟到去養呢啲羊咧？佢就話當啲羊仔出世嘅時候咧，牧羊人就會將佢孭喺自己膊頭上邊，然之後咧就將佢帶到去牧場啊，然之後咧夜晚黑就將佢就孭，同樣或者甚至乎佢哋咧就會係綁住佢喺自己嘅身邊，因為啲羊啱出世嘅羊咧個羊仔細啊嘛，佢需要多啲嘅照顧咁。當然隻羊仔喺個牧人身邊嘅時候咧，當然自然羊媽就都跟住喺附近啦咁。咁呢個嘅於是咧就係話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牧人就係會咁樣嚟到每日孭住隻羊嚟到帶佢出去，跟住就綁住喺身邊，又帶嘅時候咧夜晚帶佢翻去咁。所以羊同牧人佢係自細就已經建立咗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佢自然就認得佢啲聲音，甚至乎有時如果啲羊係調皮嘅，咁牧人咧可能會係整跛佢隻腳。當然之後佢會一定醫翻好嘅，就等佢唔會周圍走，要知道佢能夠可以留喺隻牧人嘅身邊。咁呢度因為經過長時間，所以咧自然咧羊係認得個主人，而主人當然更加認識佢自己嘅羊，所以就話羊跟住佢，因為認得他的聲音。耶穌話：跟住耶穌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我就係羊嘅門。凡在我以前來嘅都係賊，係強盜，羊沒有聽從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得安全，並且可進出，找到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呢度耶穌佢話我就係羊嘅門，咁因為事實佢就係話佢就係守住嗰個門嗰度，好自然咧就所有嘅羊啊人啊都要一定經佢嚟到出入。如果當然我哋就睇到就話耶穌佢特別強調咗自己係一個好牧人，佢對佢嘅子民係對人嗰個看顧嗰個保護。咁當然耶穌話我嚟係使人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嘅。咁呢我都呢段聖經咧都係大家好熟嘅，但係一個問題，盜賊喺邊度嚟咧？當然呢個一個比較講法就係話，牧人係照顧看顧佢嘅啲羊，啲賊嚟到佢係要偷要搶。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對嘅講法，就係話耶穌佢愛護我哋，保護我哋。照顧每一個佢嘅子民，就好似牧人照顧羊一樣。甚至乎喺第11節話：我係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咁當然我哋依家係好清楚甚至乎呢個亦都正如喺詩篇23篇裏邊咧提到耶和華是我哋牧者咁。咁呢個係我哋已經好信主嘅人已經好清楚知道呢一個嘅關係，同埋我哋都經歷緊呢啲嘅關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係盜賊係點樣嚟嘅咧？邊度嚟嘅盜賊咧？盜賊代表住啲乜嘢咧？嗱，
跟住落去，當然喺12節嗰度咧，耶穌亦都用咗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僱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嘅。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群逃跑，狼抓住羊把他趕散，僱工逃走，因為他是僱工，對羊毫不關心。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並且我為羊捨命。嗱，呢度其實一路耶穌就講緊即幾個唔同嗰個嘅關係，佢係牧人，但係有啲同羊一齊嘅，佢可能即係僱工啊。但係當然僱工同牧人嘅比較就係話，僱工因為佢係打工嘅，所以啲羊唔係佢自己嘅，佢即係按本子辦事，甚至乎僱工所關注嘅係自己個人嗰個嘅利益有冇糧出啦，啊個人嗰個安危啊，打工啫嘛，使乜俾埋條命你啊？嗱，一般打工仔都係咁噶，係咪？都係咁講噶。咁所以變咗咧，就話一見狼嚟就撇下羊群逃跑啊。當然咧，狼嚟到就會趕散啲羊啊，因為僱工走咗，佢唔會照顧啲羊。但係牧人唔同，因為牧人好清楚就話啲羊係佢嘅，佢認識佢羊，羊都認識佢，所以咧，好牧人為羊捨命。我哋都有首詩歌啦，就係100隻羊有99，係咪？嗰都係大家好熟嘅嗰首詩歌咁。咁嗰度咧提，當然咧，亦都係耶穌所講過嘅喺路加福音第15章嗰個嘅100隻羊走咗一隻啊，牧人千辛萬苦都要揾佢翻嚟咁。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所以我哋有嗰首詩歌啦，100隻羊有99，即係牧人千辛萬水流盡血汗都要揾翻隻羊翻嚟咁。呢個但係僱工唔會咁做，因為佢係僱工，所以呢度係對比就話耶穌係特別強調咗一樣嘢，喺我哋周圍有盜賊，盜賊嚟係要毀壞，但係牧人嚟係要叫人得生命，或者得更豐盛。牧人嚟係要照顧嗰啲嘅羊，僱工可能只係打工，有危險有危難就會離開，但係好牧人佢會為羊捨命。嗱，跟住去到第10節呢度，主耶穌話：我另外有羊不屬這圈裏，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嗱，其實呢一度喺耶穌當時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其實佢對住猶太人講。咁事實上佢話另外有羊，其實咧即係話喺猶太民族以外嗰啲都係佢嘅羊。福音係俾萬民嘅，基督嚟係為全人類嘅，並唔係單單只為一個嘅民族啊。咁當然猶太人佢哋覺得自己係得天獨厚，係天之驕子，佢覺得上帝嘅恩寵係只係佢哋嘅。但耶穌喺呢度所講嘅，我另外有羊，即係話俾佢哋聽就唔係單止你哋啊，我仲有其他嘅子民。我哋仍然係需要愛佢，同埋要將佢哋領嚟歸於一個牧人啊！我要合成一群嗱。其實我另外有羊呢一個嘅講法，或者呢一個嘅耶穌呢一個嘅講法咧，其實就感動咗一個嘅挪威宣教士艾香德啊。大家知道艾香德邊個咯？就係我哋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嗰個創辦人。其實艾香德佢本來係挪威嘅宣教士啊，挪威差會派佢去中國喺湖南喺益陽啊嗰度嚟到去侍奉工作啊。咁咧就佢喺嗰度初期喺度工作嘅時候咧，咁佢一路咧就做好多工作啦。咁後來咧即係有機會佢就同一啲嘅佛家嘅人嚟到去接觸啊，嚟到去認識。
咁佢亦都帶咗一啲嘅佛教徒嚟到去信主。咁其中咧就我睇過一啲嘅記錄咧，就係話誒，我哋以前有一個牧師叫顏路瑞，顏路瑞牧師佢嘅祖父啊，同埋咁咧，其實咧就係艾香德牧師所帶領嘅。咁咧，同埋咧就亦都係佢其中咧，就係話係幫手嚟到去開始嚟到去向一啲嘅照顧，甚至有一個就係話佢要佢去咧南京帶一個和尚仔去到去湖南嗰度咁嚟到去照顧佢誒。咁因為呢一個我另外有羊，咁其實呢個就係引到亞香德牧師佢就發展咗嗰個嘅向佛教徒傳福音呢一個嘅事工，所以喺早一開始嘅時候，佢喺南京設立咗嗰個景峰山，但係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啦，嗰個停咗，之後就落咗嚟香港，就喺沙田就成立呢個道風山。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大家有去過都知，佢係以一個嘅中國嘅古建築嗱，當然咧就係皇宮又好，佛殿嘅建築又好，都係而家中國傳統嘅建築。咁咧亦都係依家當然你係會特別強調咗，就係話一個同中國本身本土嘅中華文化一個嘅相適應嗱，一個咁嘅事工，因為佢哋相信就係佢哋用一個嘅報道嘅方法就係話，唔係開報道會，而係藉着關心、藉着服侍、藉着大家彼此嘅平等嘅對談，即係對談嘅意思，即係話咧係互相嘅認識。當然係俾嗰啲嘅佛道嘅人咧，佢哋認識到啊，我哋基督教信仰嗰個核心啊，我哋個意義係點樣，從而引導佢哋嚟到去歸信啊。咁佢哋亦都基督教叢林嗰個設立咧，就係其實咧，佢叫叢林，即係假設呢個就係佛教嗰個用語嚟嘅，就係一啲嘅地方，佢哋喺嗰度嚟到去係修練啊、係學習啊咁樣記住啊咁樣。佢哋亦都設咗一啲嘅，譬如話大家知道叢林裏邊咧有一個叫雲水塘，其實就係嗰度有宿舍可以住嘅。其實以前喺沙田，其實本身就係一個嘅係香港一個比較佛教比較興盛集中嘅一個地方嚟嘅。啊，咁到而家嗰度出名嘅有萬佛寺啦，咁呢個其實佢以前所以話有啲嘅從唔同地方嚟嘅佛教或者道教嘅僧侶，無論係男又好尼姑又好，咁佢哋都喺拱山上面咧，都設置咗一啲嘅地方，佢哋可以用佢嘅講法叫喺度掛單，喺嗰度嚟到住，喺嗰度嚟到受接待之後咧，咁當然咧佢哋亦都係分享基督教嘅信仰，分享基督教嘅愛咁。所以呢個另外有羊呢個咧，即係啦，亦都可以話亞香德牧師就睇到呢一個異象，所以就向一般嘅人傳道以外咧，就有建立咗佛教嗰個以前咧嗰度叫做係英文叫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即係向佛教傳福音嘅，甚至有一個叫係佛教嘅基督教嘅兄弟會咁，類似咁嘅組織嘅。咁詳細資料咧，遲啲有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咁。咁呢度但係睇到咧，耶穌佢話：我另外有羊，我要將佢哋領嚟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為此，我父愛我，因為我把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去我嘅命，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捨棄，也有權再取回。這是我從父所受的命令。喺呢度，耶穌已經再一次嚟到去講到就話，佢係好牧人，佢為羊捨命。佢為羊捨命呢一個係出自佢自己甘心樂意嘅啊。咁呢一個就係佢話，當然佢都宣示緊佢個權柄啊。佢有權捨去，亦都有權取回來。嗱，我諗呢度咧就係第一節到第18節呢度都係大家好熟嘅經文嚟嘅
啊，甚至乎咧就係、我哋經常都會聽得到啊，都會睇得到。大家冇咩嘅回應？有冇人有回應？如果冇時候咧，咁我哋當然咧喺呢一度，耶穌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咧，咁呢度嘅猶太人為咗啲話又起咗分裂，其中有些人說他是被鬼附了，惹瘋了，為什麼聽他呢？另有人說這不是被鬼附的人所說的話，鬼豈能開盲人的眼睛呢？因為呢件事就發生喺耶穌醫好咗個生來瞎眼嘅人啊，冇幾耐嘅事，所以呢一度咧睇到咧就係話猶太人或者耶穌講呢啲説話，事實上真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嗰個感受，有相信嘅，有唔信嘅。當然今時今日亦同樣係咁樣咁。好啦，其實跟住落嚟呢一段經文咧，就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嘅福音經課嚟。呢段經文講咩咧？嗱，榮真嘅弟兄姊妹可能今晚聽完之後咧，禮拜日要再聽多一次嘅。呢度咧就係講到咧就係那時正是冬天啊，在耶路撒冷有獻殿節。咁耶穌喺聖殿嘅所羅門廊下行走，眾人猶太人圍着他，對他說：你讓我們猶豫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訴我們。嗱，其實獻殿節嗰個嘅歷史背景咧，其實咧就係喺公元前163、64就60幾年啊。當時因為呢個嘅猶太人佢哋反羅馬、反希臘人嗰個嘅抗爭啊，所以聖殿獻殿節就稱為光明節啦。咁咧就佢就唔係以前嘅節日嚟嘅，係公元163年啊。我呢度隔離度寫住咗猶太人佢哋反希臘人，因為希臘人當時咧嚟到去即係要推行強烈嘅希臘化，要廢棄猶太人啊或者其他民族嗰個嘅信仰傳統。佢哋甚至乎喺聖殿裏邊豎起嗰啲嘅偶像，當然係希臘人嗰啲神像啦，甚至乎將喺聖殿裏邊嚟到去獻祭，係獻猶太人所厭惡嘅污穢之物就係豬啊。所以因為咁樣嚟激起咗馬加比呢個祭司家族啊嗰個嘅義憤，咁就由馬加比呢個家族帶領住猶太人咧嚟到去推行呢一個革命啊，嚟到去同希臘人嚟嘅抗爭，而最後收翻耶路撒冷，潔淨聖殿，就將聖殿嚟到重新潔淨之後獻俾上帝。所以呢一個就係佢哋所謂嘅獻殿節。而呢個獻殿節咧，因為佢哋所用嘅燭台咧，就同平時嘅燭台唔同嘅。平時燭台即係7支嘅蠟燭或者7盞燈，但呢個獻殿節用嗰個燭台咧有9支嘅。咁當然係代表住係第二次嗰個嘅聖殿嘅獻祭啦，代表住佢哋再重光啊呢啲咁樣。咁而所以呢個獻殿節，佢哋係公元前2世紀一路流傳落嚟，一個可以話一個類似國慶啊咁樣嘅節日啊。咁當然嗰個馬加比家族，佢哋後來建立咗個摩利嘅王朝咧，即係短短嘅百幾年。咁直至到後來嘅到係耶穌時代羅馬政府嘅時候咧，咁都俾佢哋
當然佢哋已經失咗勢㗎啦，咁佢哋繼續維持住一個嘅叫傀儡政權，就係希律咁所以就係因為嗰度之後咧，咁所以佢哋有佢希律啦，有佢哋自己叫做有自己嗰個嘅王咯但係希律本身唔係猶太人嚟嘅。好啦，但係呢一度喺呢個時候咧，啲人見到耶穌就話：你讓我哋猶豫不定到幾時咧？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訴我們。其實事實上喺呢一個猶太人一個咁短暫復國嘅日子之後，其實百姓佢哋嗰個特別呢個節日，當然遇到就話佢哋嗰個自然會睇到就係佢哋啲愛國嘅情操啊、復國嘅情緒係自然會高漲，好自然就會想起就話會唔會耶穌就係彌賽亞呢個基督係嚟帶領我哋嚟到去復國，推翻羅馬嘅政權，或者趕走啲外族人，建立翻自己一個嘅大衛王朝嘅繼承嘅王國咧咁。嗱，一方面呢個節日嘅氣氛引動佢哋會諗下呢一樣嘢，但係另外一方面，事實上佢哋都係對耶穌作為基督嗰個身份任務，佢哋有一個嘅落差。佢哋相信或者佢哋仍然以為彌賽亞國度係一個大衛嘅國度嘅延伸就係一個地上嘅國所以佢哋就覺得耶穌你咁有能力，有咁多受萬人擁戴，你係咪就要嚟帶領我哋嚟到去進行革命咧？進行呢個嘅改變呢個事實環境咧？所以佢哋就問耶穌：你要我哋猶豫不定到幾時咧？嗱，好實在嘅就係話，跟隨嘅人當中有唔少係為咗復國，係為咗地上嘅國。大家記得，當耶穌復活升天嘅時候，喺《使徒行傳》第1章，啲門徒就問耶穌：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係咪就係呢個時候咧？連耶穌嘅門徒，佢哋都當中亦都係有咁樣嘅理解所以佢哋當時耶穌仲未受苦受死，啲人仍然對佢有咁嘅應該話有期望，期望佢係一個嘅政治領袖或者一個民族英雄帶領佢哋，所以佢哋問耶穌：你要我猶豫不定到幾時咧？咁呢度咧，當然耶穌就話：回應佢哋就係話，我已經話咗你哋聽，你哋卻不信。我奉我父嘅名所行嘅事可以為我作證，但係你哋不信，因為你哋不是我嘅羊。我嘅羊聽我嘅聲音，我認識他們，他們也跟從我，並且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賜給我的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我與父原為一。嗱，其實耶穌喺度咧回應就係話，啲人問耶穌：你讓我猶豫不定到幾時？其實事實上令到佢哋猶豫不定嘅唔係耶穌，係佢哋自己。好多時就係我哋人自己事先有一個嘅意見、偏見、成見，係咩都好啦，以至到咧我哋就唔係能夠可以完全明白、理解、接受上帝所講嘅嘢，或者接受其他人講嘅嘢因為我哋有時我哋都話有啲人我以為你入咗，冇嘢。即係聽埋一邊嘅啫，啱嘅佢就聽，唔啱嘅佢唔會聽嘅咁呢個正正就係話係佢哋有時我哋人就係咁樣，對於耶穌佢嗰個嘅使命，佢要成就嘅事，百姓全部人一齊咁聽，但係耶穌度特別強調咗就係話，你哋唔信，因為你哋唔係我嘅羊，我嘅羊聽我嘅聲音。係唯有就係話同耶穌親近嘅認識嘅
或者話屬耶穌嘅人先能夠明白耶穌嘅事。嗱，咁我哋每一個都係上帝嘅兒女，我哋理論上我哋都能夠聽到主嘅聲音，都能夠認識明白佢嘅旨意。但係好現實嘅就係話，我哋仍然生活喺我哋自我嘅裏面嘅時候咧，我哋對隻耳仔即係選擇性嚟接收我哋想聽嘅嘢，選擇性嚟到接收我哋願意去順服嘅嘢，半信半疑，信啲唔信啲，其實都等於不信。但係我哋都係主嘅羊，我哋係咪都願意聽到主嘅聲音咧？如果我哋想聽到主嘅聲音，其實佢一路都同我哋講緊嘢嘅。最重點就係話，我哋係咪願意放低我哋自己，放低我哋自己嘅既有嘅想法，去接納耶穌同我哋講嘅説話，接納上帝，或者從來我哋有啲可能我哋未必真係能夠完全接納到嘅嘢咧。嗱，耶穌話：我與父為一。啲猶太人又拿石頭嚟打他。耶穌回應他們：我做咗好多從父那裏來的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猶太人回答就：我哋不是為了善事拿石頭打你，而是為了你說褻瀆嘅話，因為你是個人，佢把自己當作上帝。嗱，呢個亦都正正就係話嗰啲猶太人佢哋嘅不信，佢哋嘅猶疑，因為佢哋仍然睇耶穌為人啊。但係耶穌回答話：你哋律法書上面不是寫着我曾說你們是諸神嗎？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如果那領受上帝道的人，上帝尚且稱他們為諸神，那麼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上來的那位說：我是上帝的兒子，你們還對他說：你說褻瀆的話嗎？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作，你們就不必信我；我若做了，你們即使不信，也當信這些工作，好讓你們知道我並且明白父在我裏面，我在父裏面。於是他們又要捉拿他，他卻從他們手中逃脫了。嗱，因為事實上佢哋牧真師啊，係當時有人呂牧師係有兩個人想入嚟入唔到啊，佢話想你撳佢入嚟啊。因為我依家呢度咧，我今日嘅操作咧，撳唔到啊。我做唔到啊，係啊， OK，知係啊，道知道。係啦。咁咧，因為我唔知點解今次我呢個share 咗個版面出嚟嘅時候咧，我自己控制唔到我自己其他嘅，咁啊，可能我又要想辦法再處理一下咁。咁啊，同佢哋講唔好意思啦，咁啊請佢哋睇錄影啦。咁嗱呢度咧，我哋睇到就係話係若果嗰啲領受上帝道嘅人，咁尚且稱為佢為諸神。咁事實上聖經有一啲咁嘅講法，耶穌喺度再一次講翻就係話，你哋呢一班眼前呢啲人啫，唔信佢嘅人，佢哋唔信就唔信，無論耶穌點講，聖經佢哋都唔信。就算點樣配合聖經裏邊或者佢哋傳統上邊嗰個信仰嘅嘢，佢哋都係唔信嚇。咁所以呢個咧，就有時我哋話人嗰個嘅固執啊，人嘅偏執咧，我哋真係冇辦法嘅，都係只能夠就係話有朝一日真係聖靈感化佢哋，等佢哋能夠可以明白咯。好啦，跟住咧呢個就係耶穌又往約旦河啲東邊去，到咗約翰起初施洗嘅地方，就住在那裏。好多人來到他那裏說：約翰沒有行過一件神蹟，但約翰所說有關這人的一切話都是真的。在那裏，許多人都信了耶穌。嗱，事實上我哋睇到咧，啲
約翰福音嗰個嘅一直嗰個嘅主題咧，就係講到信同與不信。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睇到嗰個嘅過去就係咁樣。好，好啦，今日嘅經文講完，大家仲有乜嘢嘅回應啊、問題啊、分享啊？嗱，因為呢一段經文咧，頭嗰部分咧都係大家好熟嘅，《約翰福音》第10章嗰啲1至到10節，咁就有多個金句喺度啦。耶穌係好牧人啦。咁咧就除此之外咧，就當然咧跟住就係講到就係話喺嗰個嘅獻殿節咁呢個獻殿節裏邊咧，咁事實上就再就有啲人就話你要我猶豫不定到幾時咧？咁呢個就係睇到就係話係當時事實上我哋睇到話人嗰個嘅猶豫其實並唔係耶穌令佢哋猶豫，而係佢哋自己或者人自己本身先存住一個嘅偏見或者成見咁樣，以至到咧佢哋就係話係唔能夠可以好清晰完全接收呢個上帝嗰個嘅聲音好，有冇人有回應分享？大家睇唔睇到呢一幅圖？睇到我想諗辦法啦，終於睇到啊，嗱，呢個就係羊圈，羊嗯，嘅門啊呢度咧呢幅咧就係再俾大家睇嘅咧就係猶太人嗰個節慶猶太人嘅節慶，咁咧就大家睇到上面嗰度就紅色春雨，呢個尼散月就係個逾節除酵節嘅日子啦。咁咧就跟住咧就下一個嘅節日咧就係去到即係七節，亦都係五旬節。呢度咧就話一個收割大麥嘅日子。咁當然咧就初熟嘅果子就喺呢度獻上嘅咁跟住落到去咧就係去到5月，佢哋嘅5月啦。咁咧就係呢個就係收割小麥嘅日子。所以佢哋有2次嘅獻祭獻初熟果子嘅節日嘅咁然之後去到呢個嘅提斯利月呢度咧就有吹角節啦、贖罪日啦。呢度就係去到秋天所以喺邊本書講咧就春雨秋雨咁就唔同，即係話代表差唔多一年。跟住呢度有個住棚節啦同埋住棚節最嬲尾嘅時候咧有所謂嘅嚴肅會，即係話啲大型嘅集體嘅
培靈會我哋今日講。而修殿節咧就係呢個就係冬天啦，即係佢哋嘅第8月，即係我哋其實平時嘅冬天12、12月嘅時間咁樣。呢個嘅基斯流月咁咧大家睇到呢個就係佢哋嘅一年裏邊嘅基本上大概節慶咁樣啦。而呢個普爾節咧，大家記唔記得係咩事啊？記得翻去查下。OK，啊，好，仲有冇其他嘅問題疑問？如果冇時候咧，我諗今晚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係嘛？咁咧就嗱，都係請大家咧就係即係今次第10章呢度應該好容易揾到啲好好嘅金句啫，係咪？但係咧就我想大家咧就呢個功課咧，除咗你揀咗一啲嘅，你覺得有特別對你今次最近唔係10年前唔係信主初期嗰陣時最近呢啲嘅感動咁之後咧有啲咩嘅，即係加埋少少回應啦，點解你揀啦去同你最近嘅生活上邊嘅體會信仰上面有冇咩嘅分享啦，好嘛？OK，我哋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俾我哋今晚有呢一個嘅分享嘅時間。我哋願聖靈繼續幫助我哋，能夠從你嘅話語裏邊能夠明白更多。雖然我哋知道人所知嘅係有限，人所傳達嘅都係有限，但係我哋深信聖靈會引導我哋進入真理，引導我哋明白真理。願你繼續賜福保守我哋，亦都讓我哋日後嘅日子裏邊，我哋都能夠時時嘅經歷到主你自己嘅同在，聽到主你向我哋嘅說話，聽到主你嘅聲音，因為我哋係屬於主你嘅。亦都讓我哋能夠亦都清楚知道你認識我哋，你唔單止認識我哋，知道我哋嘅名，知道我哋係邊個，你更加認識我哋嘅長處短處，我哋嘅遭遇，我哋經歷嘅一切，你哋都知道。願呢一切都能夠成為我哋嘅激勵，成為我哋嘅安慰，讓我哋繼續向前行。奉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阿門，阿門。阿門。好啦，再見啦，拜女牧再見師，再見。拜拜，牧師。拜。拜拜牧師。拜拜。